新聞女王二大結局嗰晚，最出圈嘅其實唔係咩大反轉，而係一個只出場幾分鐘嘅男人。61歲嘅袁富華第一次踏足 TVB， 就喺新聞女王二大結局入面演咗一個叫 Richard Wu 嘅東南亞神秘富商。戲份唔算多，但佢一開口一抬眼，成日囂張到爆嘅古笑話都即刻被壓到講唔出聲。好多觀眾睇完都話呢個先叫真正嘅老戲骨，幾分鐘就將成場戲嘅高度再推高一截。先簡單講一講背景。新聞女王二作為今年 TVB 壓軸台慶劇，12月15號完美收官，大結局收視25.3點，高過第一季嘅25.2點，好大機會拎到今年 TVB 收視年冠。豆瓣評分7.9，同第一季持平，口碑同討論度都好硬淨。AI 換臉詐騙、東南亞園區騙案、網絡暴力、自媒體亂象。第二季將好多真實社會新聞遊入去劇情入面，無論香港觀眾定係內地觀眾都覺得好有共鳴。都因為咁，新聞女王二喺萬千星輝頒獎典禮2025提名名單入面，基本上係清代級。最佳劇集、最佳男女主角、最佳男女配角全部入圍。佘詩曼、李施華一齊衝視後，黃宗澤、譚俊彥爭視帝。女配角嗰邊就仲誇張，高海寧、黃敏奕、蔣祖曼、龔慈恩4個，全都係新聞女王二嘅班底。不過今日呢條片，我哋唔係逐個獎項拆，而係只想講一個人，點解一個客串級嘅演員可以喺大結局入面，將成套劇嘅格局再抬高一次。先嚟講下袁富華係邊個？對一啲後生少少嘅觀眾嚟講，袁富華呢3個字可能未必即刻有畫面，但你近排如果有刷短片，好大機會會見過佢出現。今年好多人討論嗰套電影《水餃皇后》入面嗰個好善良、好暖心又有啲可愛嘅唐水伯，就係佢演嘅。佢幫馬麗演嗰個女主角遞湯圓，幫手賺錢買車，嗰種穩陣又肯為後生人撐腰嘅長輩感覺，睇完之後唔少人都話呢個老人家好有說服力。就係呢個角色喺今年11月15號幫佢喺第38屆金雞獎頒獎禮上面拎到最佳男配角嗰陣，佢上台領獎講下都忍唔住哽咽，話我今年61歲啦，都唔知點解仲會咁激動。唐水伯係將幫人當成本分，做演員都係一樣，唔理結果，盡力去演好每一個角色。呢座獎對佢嚟講意義好大，因為由翠絲開始掃咗金馬獎、香港金像獎最佳男配，到而家再拎埋金雞獎，袁富華已經完成咗華語電影3金滿貫，成為第一位同時拎齊金馬、金像、金雞3個最佳男配角嘅演員。呢一個級數嘅演員第一次嚟 TVB 拍劇，本身已經係一單娛樂新聞。咁佢又係點樣行入新聞女王而呢套劇入面？袁富華一路以嚟主要都喺舞台劇同電影圈打滾，同 TVB 其實唔算有好多直接合作。今次會出現喺新聞女王二，某程度上都係一個巧合。佢同劇入面演飛爺嗰位鄧智堅本身就幾熟。鄧智堅由2018年開始喺 TVB 做藝員訓練班導師，周秀娜、陳家寶、周志文都係佢舊生。啱啱好有一次訓練班請咗袁富華上去分享做戲嘅經驗，同一班新人傾下點樣演戲，點樣處理角色。就係嗰陣時，新聞女王二喺度揀緊角，總監製鍾樹嘉一見到袁富華就即刻俾佢嘅氣場吸住。再一問檔期，人又啱啱有時間，劇入面又真係需要一個壓軸出場嘅東南亞幕後大佬，於是 Richard Wu 呢個角色就好順理成章咁落咗喺佢身上。戲份唔算好長，但擺喺大結局先出，專登用嚟壓場，而結果證明呢個決定係好啱嘅。而家我哋一齊拆一拆 Richard Wu 呢個角色點解會咁搶戲。第一點，佢一出場你就知道呢個人唔簡單。佢開口嗰陣嗰種帶東南亞味道嘅口音，一聽就知道唔係本地人。佢講嘢語速唔快，成日都維持住一個笑容，但你會覺得佢講嘅每一句都好似喺度提醒你。你以為自己控制緊局面，其實你連自己企喺邊個位置
都未搞清楚。第二點，佢同古少華嗰場對手戲係成個大結局入面最過癮嗰一場。古少華呢個角色前面幾十集都係出名囂張、牙尖嘴利，係嗰種我永遠覺得自己企喺食物鏈頂端嘅人。但喺 Richard Wu 面前，佢第一次好明顯咁被人壓低咗。你會發現袁富華冇拍台、冇鬧交、冇做好誇張嘅表情，佢就係坐喺度，眼神好定，笑容收得好緊，有時露少少牙齒，反而令成件事更加陰冷。古少華就算勉強撐住，都好似點都抬唔起個頭。有網民話佢對眼同牙齒都係戲，一啲都唔誇張。真正勁嘅反派唔需要靠大聲嗌，佢手上掌握住資訊優勢、主導權同節奏，所以佢只係坐喺度都已經夠壓迫。第三點，佢同文慧心嗰場殺手戲都好關鍵。好多集以嚟，文慧心一直都係越挫越勇嗰種新聞女王，理性、冷靜、夠膽同權勢硬撼。但當 Richard Wu 放出3要員入面何廣沛被打嗰條片嗰陣，你第一次見到文慧心真係慌咗。嗰一刻，你會好清楚咁感受到，畫面入面俾人打緊嗰個係佢好在乎嘅人，對面坐住係掌握住全部證據同生殺大權嘅人。呢個人仲要喺度笑，袁富華嗰個表情控制得好準，嘴角有笑意，但笑入面帶住殺氣，對眼好兇，卻又唔會做得好誇張。你會覺得我而家只係禮貌咁提示你，我手上有幾多嘢，如果你唔識做，我都知道可以點樣出手。呢種壓迫感係好多後生演員暫時仲未做到嘅層次。網民對佢嘅反應其實都好一致，有人話佢做反派夠狡猾，做正派又好暖，真係一個全方位嘅演員。又有人話佢嗰幾分鐘戲比某啲人演一成集仲要精彩。由水餃皇后入面嗰個溫暖到爆嘅唐水伯，到新聞女王2裏面冷酷無情、少女藏刀嘅 Richard Wu， 同一張面，同一雙眼，一個角色令你覺得好踏實、好安心，另一個角色會令你覺得背脊有少少凍。呢個就係演技層次感。對新聞女王2個劇組嚟講，請到袁富華其實唔只係揾個影帝客串咁簡單，更加係一個 signal。 TVB 願意為一個關鍵角色專登揀最啱嗰個人，而唔係隨便揾個人嚟交差。袁富華自己喺訪問入面都有大讚黃宗澤同佘詩曼，佢話大家好多場對手戲基本上一踢過，如果對手演技唔夠硬，係好難頂得順呢種拍攝節奏。再加上新聞女王2成個拍攝過程節奏高壓，時間緊迫，大家仲可以咁快入戲，又合作得咁順，本身就已經代表住一種專業程度。由觀眾角度嚟睇，新聞女王呢個系列之所以成功，唔只係因為劇情好睇，仲有幾樣嘢好重要。第一，全員搞事業，唔搞懸浮戀愛。文慧心、張嘉賢、許思晴、方太、阮雪君呢啲女性角色有野心就擺明車馬講，無人想為一段無謂感情放棄自己事業。呢種女王群像對而家呢一代觀眾嚟講真係好解氣。第二，新聞議題貼地又夠狠。 AI 換臉騙局、東南亞園區詐騙、網絡公審、自媒體亂象、演算法流量同媒體責任之間嘅角力，呢啲全部都係我哋平時喺新聞度真係見到嘅嘢。劇集將佢哋拆開再重組，變成一段段線索，好容易令人代入。第三，佢證明咗港劇唔係拍唔到好作品，只係要有人肯落苦功。由金枝玉葉、巾幗梟雄、溏心風暴嗰個黃金年代，去到今日新聞女王呢個系列，觀眾一直喺度等一套劇情唔拖、角色有層次、女角有野心，而且願意正面處理現實議題嘅港劇。新聞女王2喺呢幾點上面基本上都交到功課，再加上內地平台支持，喺深圳龍崗搭棚，廣告收入破紀錄，抖音話題播放量過10幾億，呢啲都喺度講緊同一樣嘢。只要套劇本身夠硬，觀眾係會用時間
用真金白銀去支持。再講返袁富華，由舞台劇開始到喜劇之王、拆彈專家2、周處除3害，再到翠絲、水餃皇后、新聞女王2，佢一路都係用一個又一個配角幫成套作品加重量。佢之前都有講過一句好出名嘅說話：演好角色嘅秘密就係真誠。配角同主角共同嘅名字都叫角色。61歲仲可以保持咁大嘅熱情，咁多精力，喺短短幾分鐘入面將一個角色立體起身，仲順手幫一套已經好成功嘅劇喺大結局再加多一層味道。呢種敬業同實力真係好值得尊重。而家新聞女王2已經播完，下一個焦點就落喺萬千星輝頒獎典禮2025身上。新聞女王2到底可以拎幾多獎？佘詩曼會唔會再封視后？袁富華今次呢個幾分鐘鎮場嘅表演，又會唔會喺 TVB 喺觀眾心目中留下另一個標準？呢啲問題好快就會有答案，但喺等結果之前，我更想聽下你點睇。用1分到10分嚟計，你會俾幾多分袁富華喺新聞女王2入面嘅表現？如果有新聞女王3，你想唔想 Richard Wu 呢個角色回歸？仲係咪應該幫佢加重氣氛？歡迎你喺留言度講下你嘅感受同理由。如果你都中意一邊追劇一邊傾演技、傾行業變化，記得幫條片點個讚、訂閱個頻道。我哋下條片再見。